他会恨您的。恨总比失去性命好。只要他好好活着，我便心满意足。夏君今夜前来，就是想问问你，是否记得6万年前那场混沌之劫？三千载一变载，你是混沌诸神，我不许你死，我不许你死。神尊，您为何要封了师尊的神识？在乾坤台上，他说过不愿再成神。这既然是他的愿望，那他这一生便不再是上古。可是，世事难料，前途未卜，他不再是这天地之尊，便不用承担天地苍生的责任。于他而言，是一种福气。临风立古木，月向池后生。今后，你就叫后池吧。后池，好好长大。这一生，我会守护着你，让你平安无忧。